什么代志？竹艺社主意说是什么？第三这个竹艺来看卖，来看卖，刚刚文具店条根的。来，对啊，哇！您好，哎，你好，我来参观一来下，参观一下。哎呀，哇！这是我吸管哦，对啊，这个是竹子做的，做的手工，这个做手工呢，我头一摆看到呢，对，好稀奇哦。完全让伫自然界分解物件。牙刷。Kevin 啊，这是拢同款的毛嘛，咱有乌的白，甲迄个咖啡的。阮有两款毛，一个是奶酪的，啊，一个是马仔毛。啊，为什么用马仔毛？是因为马仔毛会当伫自然界内底拢去甲分解掉，袂对咱个环境造成污染。哎，我没有看到竹子做牙刷呢。全台湾目前是我咧做尔。哎呀，啊，是哪会想要搁做这？因为较早阮都是咧做碰水鞋嘛，有些织毛衣、织毛衣、打毛线针啊，用这个做咧插碰车，啊，但是因为说了啦，阮兜就是因为较少生意较歹啊，当时讲要关起来，啊，我妈甲我讲，啊，你关着要关啊，你有要倒来看卖无？啊，我倒来以后发现讲，这个机械拢不会当用，啊，我当时想讲。去闽南，我当阵找做一人，发现讲，无人台湾做，安尼我做台湾做第一间好啊。当阵就是开一年的时间去开发这支这个去闽南。啊，你妈叫你倒来接进前，你是做啥？我是伫台南咧修理飞行机的。修理飞行机？我是职业军人啊。修战斗，修理战斗机。你是地勤的维修师的对啊。所以这所有的东西都是你拢是你家己想出来。因为我家己最喜用这个物件，我就对我的生活内底去想讲，这个会当伫生活内底安怎去设计，所以我就是做咱生活用品。不容易。吸管啊，还有露水器的啊。哇，你看。哎呦，这偌水咧！这是饭碗呀。那是碗，碗这个碗的好处就是伊内个土较袂破。你第汤的时阵嘛袂去汤的夜烧。但是你有期限吗？这款叫做麻子啊，梦中厨。梦中厨，伊来做久的。平常时用的猪就是用梦中厨啊。平常时用梦中厨，较耐用。用这个啉米露多好啉的。要吗？系啊，这个是叫这个啤酒杯啊。这是啤酒杯。你这用手工的吗？用中手工，全手工的。今年的台湾的观光局嘛，台湾的杯啊变做是指定的礼赠品。啊，是啊。对。好值得。这就水的呢，这好值得买哦。对。啊，你讲有这是啥意思？这个是咱红手做的用的。哦，这手做到一半啦，福尔摩沙有无？对。啊，然后咱去画你家己想要画的色。敢会当做华裔进团？无问题。无问题啊。对，我用镭射雕刻随给恁做。用镭射？镭射雕刻。好，水哦。来。啊，带来 DIY 者。好不好。哦，看好啊！看好啊！华裔进牛团。哇，即马安尼就好啊，还是要搁食。无，咱较等下就是用石色，啊，才有颜料，有无？你全部拢爱啊？你全部拢用白色啊？我爱拍这些，用白色的。拍底，拍以后，像阮之前有一个美甲师，伊就伫你的手才搁雕饰，规个杯为渐层安尼，有渐层，最厉害。都会让客制化的对，拢让客制化，只要你有法度。道理哦。好，安尼就会使啊。等你搭这个浮雕，等你搭来浮雕，好。咱这摆目的是要甲迄颜料这色甲抹，色甲抹。刚刚我咧化妆上面有余粉，用个轻轻的清掉，赶快。你搞这个就我dùng，我规拢啊，我整一整。再上色。华裔用红的。啊，头家你哪会想讲，和大家做个 DIY， 啊想讲做这杯啊安尼？因为阮做这个产品出来时，我发现讲，若是直直卖物件的话，我无法度甲人讲，甲伊讲环保偌重要。我若是会当互你坐落来，慢慢做这物件先，偷讲，我都会讲甲每一个人讲，为什么你用我们做这个杯啊？这个杯甲咱环境、甲咱的环保有什么关系？做啊！华裔进牛团，够水的啦，这水是不是爱？翕一下笑。你了解我。哇，你看后边杯仔了偌水的，来，华裔进牛团赞。